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苏瑜文。2023年台南好样耶诞跨年系列活动9日下午，由市长黄伟哲公布第2波的耶诞跨年，共9组的卡司名单，包括深受年轻朋友喜爱的五间琴、告五人、高尔宣、Howzy、同理、Ozone、天王星，更有首次来台演出的日本女团 Fruit Zipper， 以及亚洲新男神杨宇腾 You 演出阵容相当坚强。2023台南好样耶诞跨年系列活动，邀请多位国内外超强卡司，每位都是压轴级的歌手，精彩可期。市长黄伟哲9日再度公布第2波演出名单，包含台湾的超人气男团五间琴、告五人，歌手高尔宣、Howzy、同理以及原子少年 Ozone、天王星等歌手。那现在的他们可是少年少女们最喜欢的台湾偶像男团，是五间琴。告五人呢不限这个曲风的音乐风格也展现了告五人多元的音乐面向。高尔宣呢不管是唱歌还是创作，都是超赞的一位歌手。尤其呢，台南的朋友对他应该不会陌生。每一次他来到大舞台上呢，总是这个渲染力十足。以前他们叫做地球，现在呢他们叫做 Ozone 代表的也就是正向、初心和创。另外，市府今年也特别邀请到了日本超可爱的女团 Fruit Zipper， 首次来台演出。今天总共有9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卡司真的超坚强，任何一组到其他县市都是压轴。那不仅有五间琴、告五人，还有日本的这个少女天团，还有我们台籍的这个艺人到日本发展已经卓然有成的。那更不用提到许许多多像高尔宣一样的很强的，所以我们今天又特别邀请了五间琴的2位小赖跟娄俊硕，还有各位好朋友跟大家一起。其实他们只是小试身手，到时候我们的耶诞跨年活动就知道他们的真本事、真功夫。因应跨年连续假期有3天，黄伟哲也呼吁歌迷朋友赶紧排假，预订饭店和车票。如果没有订，市府也会开放西拉雅广场让大家搭帐篷，欢迎大家来台南玩，参与耶诞跨年系列活动，放松身心，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为了庆祝高雄 U-Bike 2.0 营运超过2周年，交通局宣布 U-Bike 2.0升级计划，将加码投入500辆 U-Bike 2.01电动辅助自行车以及540辆的 U-Bike 2.0自行车，并在16日投入首批150辆的 U-Bike 2.01营运，利用电力辅助，让骑乘民众更加省力。2.01电辅车 ，Go Go Go！ 高雄副市长林清荣在密密麻麻的上百台自行车前摆出出发手势，象征150台白橘配色的 U-Bike 2.01电动辅助自行车将在即日起正式投入公共自行车系统供民众使用。骑起来感觉怎么样？特别好骑，特别好骑，很轻很快，起步很快，很安全，赞！真的超好骑的，就是轻轻的踩就很顺，可以一直往前走。不止年轻人赞不绝口，高雄老年人比例相当高，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对于体力较差的长者来说也更加方便友善。所有骑不动的人，他都骑得动了，什么坡、什么距离，他都没问题。我们有感于说，其实整个老龄化社会的需求，所以微单也刚好发展出电动辅助的微笑单车，所以我们就在原有的需要人力踩踏之外，我们在合约部分有增购了500台的电动的辅助自行车。U-Bike 2.01电动辅助自行车与 U-Bike 2.0共用停车柱借还方式相同，既有会员也不需要重新注册。另外，透过手机上的 U-Bike 2.0软体就能轻松查询电动辅助自行车的位置与电量，在满电状态下最多可骑乘80公里。那当然，你在骑乘过程当中，如果电已经在降低到危险的阶段了，我们车机会提醒你快没电了，赶快去还车换车这样子。
那么这骑起来实在是安全啊，又很好。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跟南高屏都合作，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们南高屏也可以一起结合，因为我们南高屏其实就是生活圈的一部分嘛。这次的 U-Bike 2.0 升级计划，预计总共将投入500辆 U-Bike 2.0电动辅助自行车，以及540辆的 U-Bike 2.0自行车，届时大高雄公共自行车的规模将高达1万辆，让低碳运输能在市民的生活中更加普及。记者邱玉婷、苏玉文高雄报道。根据健保局统计，疫情前一年有高达430万人因为鼻窦炎就医，疫情后还是有223万人。奇美医学中心表示，其中演变成慢性甚至反复发作、已经丧失嗅觉的患者，经过医院透过3D 立体定位导航的微创手术，已经大大改善，且健保也已经有条件给付。根据奇美医学中心耳鼻喉部医师李金哲表示，一名48岁男子因为慢性鼻窦炎合并鼻息肉不时发作，接受7次手术都没有改善，已经丧失嗅觉长达2年。后来再次发作，来到奇美医学中心，医师完整评估，证实是第2型发炎反应所引起。他这一次呢，是因为反复性的鼻窦炎合并鼻息肉的发作，因此来到我们的耳鼻喉科门诊求诊。他之前已经接受过其他外院的7次的鼻窦炎手术，仍然在一直复发中。那在2020年之前呢，他就有发现说他的左侧的鼻腔的嗅觉呢就已经完全丧失，因此呢，连同这样的症状呢，就来到我们的门诊。那在我们门诊呢，我们有帮他就是做内视镜的那个检查，然后还有做电脑断层的检查，发现他除了有复发的鼻息肉之外，在抽血的部分呢，也有发现他血中的嗜一红性球，也就是嗜酸性白血球的数值呢，就异常的上升。因此，我们就推断呢，它是属于第2型发炎反应所造成的慢性鼻窦炎合并鼻息肉的症状。针对如此顽劣的鼻窦炎，医院安排3D 立体定位导航的微创手术，健保已经有条件给付，而且器械点到哪儿，影像就可以同步反映所在位置，和过去手术比较起来，大大提升精准安全。那目前呢，我们传统的内视镜手术呢，因为目前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属于鼻窦内视镜手术，它是由我们鼻孔的自然开口进去，那外面呢就不会有伤口。相对于呢过去呢，我们会把整个脆配整个脆配给翻起来的这样的手术呢，它的伤口会小很多。但是这样的手术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因为我们的内视镜进去呢是属于2D 平面的影像，因此呢在立体感方面，还有就是在鼻窦里面的一些死角，可能就没有办法呢做到这么的干净以及这么的详细这样子，这么的深入，而且接近眼眶啊，还有就是脑部的时候呢，也会担心说会破坏到这些结构这样。所以呢，我们引进这个3D 立体导航手术，可以让我们医师呢能够及时的在手术过程中知道我们的器械放在哪里，然后也可以知道我们的病灶在哪里。根据医院统计，目前这种手术治疗从2020年8月启用以来，至2021年已经完成155人次，迈向精准医疗的一大步。记者郭文吉、李银庚台南报道。改造后的盐埕第一公有市场，除了早上的菜肉摊位，以及中午过后陆续有年轻人在这边卖起各式餐点以及文创商品外，还有一个充满文青感的花艺空间。主理人会挑选当季花材摆放在摊位上，为市场增添清新优美的氛围。走进改造过后的盐埕第一公有市场，一边是传统猪肉摊，另一边的橱窗里摆放精心挑选的当季花材，搭配木头装饰的摊位，很难想象这是在传统市场里长出来的花艺空间。为什么主理人当初会想要在盐埕第一公有市场里开始拈花惹草呢？因为我希望它有生活感一点，然后就有一些机会啦，然后刚好可以申请这边，然后就觉得试看看，然后这个位置也蛮好的，对，因为也照得到阳光，然后这边的通风也算 OK， 因为刚好我对面是洪阿姨，对，所以大家从这个角度看会觉得超突兀，就是猪肉摊对面是花店，我觉得没有不好，因为而且阿姨超干净的，然后这边长辈都蛮照顾我们的，就感受下来我觉得就很舒适啦。
对，然后我那时候会请木工，就是帮忙做一个橱窗的样子，就是因为希望说大家经过可以看啊，看可是不一定是要买啦，就是知道这里有这个地方，然后因为不是每个人每天都需要花啊，那他有需要会想到我，这样就好了。有别于一般挑选花材后打包带回家再自己插花，这里可以自备花瓶容器来让主理人松狮代为处理做花，不仅减少包材比较环保，还能借由美丽的花来转换心情。就是因为我在市场嘛，然后其实这边有蛮多住户的，他其实是市场旁边就有住人。一开始蛮多阿姨会拿花瓶来，就是自己选这样，然后这几周其实也有客人会自己带容器来。那蛮好的，因为他带容器来，我可以直接帮他做花，他回去也不用另外再拆解一些不环保的包装纸。在台湾这个习惯大家比较没有，但其实因为花期其实就是3到5天，每一种花有不一样的赏花时间，然后1周换一次，我觉得也替换心情啊，也蛮好的。在盐埕第一公有市场里，有不少摊位都能看到松狮的作品，借由不同的花材，就能带出不同的风味。就是他们会需要装饰。对啊，可是他们其实没有时间，然后就我可以帮他们处理这件事情。我觉得开店氛围就蛮重要的，就是有朝气的话，选一些有朝气的花，然后摆在店里，我觉得气氛就差蛮多的。然后生活仪式的话，如果家里适合放花，我觉得放花也不错。餐桌上啊，像我自己去市场逛花，我就觉得是比较疗愈的一个行为，不是说我要开店干嘛，是我没事就会想要去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季节有什么花材。不管是逛市场路过观赏，或是买回家装饰，透过充满生气的鲜花与绿叶互相搭配，就能创造幸福。想要为生活增添仪式感，就是这么简单。记者周福庆、蔡怡文高雄报道。影视歌3期的艺人小马倪子君就像鱼在水里一样自由自在，透过艺术把自己化身疗愈猫，带给大家疗愈。这次特别来台南举办 NFT 新时尚潮流趋势个展，带领大家进入不一样的元宇宙。梦特别奇怪，我这个人做梦呢，有时候梦我都会记得特别清楚，画面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所以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到我去了很多的艺术的展览空间。但是那个艺术展览空间里面不只是音响上面透过音乐传递的，或是电视里面出现的美国的饶舌歌手，然后或者是呢所有的声音，他们都告诉我用艺术帮助人，连英文讲的也是用艺术帮助人。那我就艺人小马倪子君横跨歌手、主持人、演员等多种身份，在各个领域上都有成就。他的创作自由不受拘束，因为一个梦境的启发，跨足艺术。创作出疗愈猫这个角色，我就这样子画了一个东西给我的画家朋友潘学官，问他说：“你看我画画，你觉得怎么样？”他就用很激励的语言来亏我说：“哇，天哪，你怎么？”他就叫我说：“小马，我真的画不出你画的东西。”然后我就说：“怎么画？我现在去上课吗？”他说：“你不用上课，你拿纸跟笔，你就画。”我说：“拿纸跟笔？”他对啊，你想到什么画什么。我真的不骗大家，我拿到纸跟笔，大概3天的时间，我根本不知道画什么。我3天之后想到画鱼，鱼是我们小时候上美劳课、劳作课，同学老师画鱼哦，就是很简单，你自己就会画这个图案，鱼圆圈圈，最后才有这个所谓的猫这个角色诞生。也就是这一次呢，终于事隔2015年到现在2022年7年的时间，终于在我的艺术生涯里面诞生出这样的一个角色，叫疗愈猫。小马说，疗愈猫是他的化身，希望透过这些艺术带给大家轻松的心情。这次特别独家与星光3月台南新天地合作举办展览，总共打造了5大展区，分别是疗愈猫画作、NFT 投影、纸模、滑板涂鸦，以及与潘怡良联名的服饰，同时也推出许多周边商品，提供粉丝做收藏，画作的部分也提供贩售，并将其中10%捐赠给公益单位。展览展出到明年的1月2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记者杨胜怀台南报道。近年来
来受到疫情冲击，许多长照站或是关怀据点都被打乱行程。为了鼓励银发族走出户外锻炼脚力，中华民国健康生活管理促进产业协会特别举办青银斗脚力活动，让青年携手长辈们一起参与健康户外活动，展现万岁团的精神与活力。我已经不再是那枯萎的花朵。银发长辈们随着音乐摆动，劲歌热舞，展现万岁团的健康活力。今嘛，你会使回到你的18岁，互你的青春拢总拼出来，敢无？来自长照 2.0 政策所支持的 C 级巷弄据点，将近500位银发族在温暖的阳光下同欢。现场还设有多达40摊的园游会、义诊、芳香按摩、着色画展，都是针对长辈们最感兴趣的内容来设计。同时，为了长辈们的健康，重头戏轻盈骑健走，由青年携手长辈一起健走，一同欣赏高雄亚湾区的美景。由于这2年疫情来袭，许多关怀据点和长照站为此暂时停摆，也打乱了长辈们外出社交和运动的次数。为了鼓励长辈走出家门，促进健康，健康生活管理促进产业协会特别举办青银斗脚力的活动，让长辈们借此机会将之前隐藏的青春活力一次全爆发出来。我们长照 2.0 不管是在日照中心，还有社区关怀站，甚至戏剧点都有这样的一个规划。但是呢，由民间的发起，透过这样来推广鼓励我们老年人站出来，让你的健康是交给自己，然后一起来参与。所以这样的概念是非常的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不少长辈们其实行动不是很方便，但还是拿着拐杖和大家一起走出户外锻炼脚力。整场活动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在高雄市劳工公园举办，青银跨代共同参与，彼此交流互动，让长辈们展现健康活力、乐活老化，同时在健走中展现优雅又有型的样貌。记者高雄综合报道。台南市文化中心不只提供艺文展览的服务，现在在回廊增设8公尺宽的全身镜面，提供青少年户外的练舞场。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参加启用典礼，亲切的和青少年大玩自拍。平常在这边有喜欢练舞的学生聚集在文化中心的回廊练舞，但是户外的练习场地总是不完整，所以台南文化中心特别在演艺厅西侧回廊增加8公尺宽的全身镜面，提供给喜欢跳舞的学生。我是来文化中心参加活动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美女好朋友，也有很多我们青年朋友们在这边练舞。那我就觉得这练舞不是都要镜子吗？他们说我们没有镜子啊。那我就想说，这一点小小的许愿，我们应该能够达到。所以我们就赶快请文化局赶快把这个练舞的镜子能够做出来。市长黄伟哲一直以来都会支持学生们的热舞活动，文化局每年也会举办相关活动，让这些学生有展现自己的舞台。在启用典礼这天，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到场关心，并亲切地和学生们大玩自拍。文化中心本来就是艺文活动产业的地方，那艺文也包括各式各样的艺文，不一定是古典音乐才是艺术文化。所以说，我们让很多街舞的朋友或者喜欢跳舞的朋友都能够来这边练习，不管是古典的舞或是现代的舞都可以。欢迎大家来文化中心。台南文化中心现在不只提供室内的艺文展演以及展览，在户外增加这些镜面设施，除了让喜欢跳舞的朋友有完善的使用空间，也让文化中心越来越多元。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寿山动物园目前正修园进行大规模整建，预计12月重新开园。园方特别邀请知名插画家，将新动物园运动的3大主轴以及可爱的动物明星们彩绘在高雄轻轨车身，让动物们以逗趣可爱的样貌引领民众抢先感受改造后的寿山动物园魅力。
寿山动物园内，红毛猩猩拖着下巴，静静地趴在窗台上；犀牛则是小口小口的优雅进食。寿山动物园承载着当地人的幸福回忆，如今园区内的动物明星们也跃上了轻轨车身，与民众见面，为12月的开园提前暖身。所以我们把这个开园主视觉的话，我们就应用在我们这次的轻轨列车上，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动物明星号，我们把里面很多可爱的动物的元素拉出来，像是有我们非常受到大小朋友喜欢的，像是我们的黑熊，那还有我们的羊驼，那还有我们的红毛猩猩等等。另外，不止车身披上了园区意象，可爱的动物明星们也出现在了车厢内。他们很熟悉的一些动物明星，刚好我们又把它就是布置在我们列车的车厢里面，那就看到小朋友可能在妈妈的指导之下，然后认识我们这些可爱的动物。为了提升动物福祉，寿山动物园从去年开始启动成立44年来最大规模的整建。除了大幅改善动物的居住环境，在参观动线上也做了调整。那我们借由这个空桥，让我们的大小朋友可以这样子穿梭在我们的动物栖地，那也不打扰动物的情况之下，来参观我们的这些可爱的动物。那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们这个空桥它是一个无障碍的参观动线。那所以未来的话，我们这些可能比较行动不便，或者是那个我们这些需要比较平缓的参观步道的这些朋友们，我们就可以借由这个我们的空中步道，那我们就可以以比较轻松惬意的方式来参观我们整个动物园。等了好久，寿山动物园终于将在年底重新开放。动物园抢先邀请在地知名插画家设计开园主视觉，并放上高雄轻轨车身，让大小朋友们能提前重温过去在动物园的欢乐时光。记者邱玉婷、苏玉文高雄报道。圣诞节即将到来，南房抢先举办 Pink Wish 圣诞点灯公益活动，由南房董事长侯伯明当场捐赠价值100万元的医疗辅具设备给台南市私立菩提林教养院。今年更联手超人气卡纳赫拉为主题，打造13米高的圣诞树。在小朋友的热情舞蹈之下，南纺购物中心圣诞点灯公益活动热闹登场。在台南市副市长戴谦以及多位贵宾的见证之下，南纺董事长侯伯明捐赠价值100万的250组医疗辅具设备给台南市私立菩提林教养院，教养院也回赠感谢状，现场相当温馨。好，那这个活动已经变成南纺一个非常传统的每年都有的活动。我想每年侯永都基金会这个一些义行善举，都可以温暖我们社会的心。那我也很希望侯总裁的这个善心义举能够感染我们整个社会，让大家一起都来做爱心，让我们的社会更祥和、更平安。那我想，只有社会祥和平安，国家就一定能够安定富强。好，谢谢今天大家到场来共襄盛举。5、4、3、2、1，点亮南纺，点亮爱。今年的圣诞节，南纺与超人气角色卡纳赫拉合作，打造13米高的圣诞树，周边也有大型公仔以及装置艺术，提供民众打卡照相。每天晚上的6点到10点有灯光秀，每个礼拜5到礼拜天晚上7点到8点有奇幻雪花秀。活动持续到明年的1月2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欣赏。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111年11月11号这个日子相当特别，高雄邮局特别发送高雄专属的光芒11明信片，除了在11月21号前都可以盖上9个1的邮戳之外，在高雄邮局还有一个假11的戳章，会盖出更特别的11个1，引起不少集邮民来邮局抢盖收藏。
高雄邮局111年搭上双11的热潮，发送限定的光芒11明信片。高雄邮局局长特地来到集邮中心，在11点之前，以近40年的盖戳功力，盖出9个1的邮戳，现场也吸引许多集邮迷来抢盖收藏。因为我都有集啊，因为9999我也集。今天现在11就是比较特殊的那个日期啊，寄给我的孙子了。孙子啊，你会要跟他讲什么？对啊，就叫他保存啊，给他存起来。这个邮物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它是双11的纪念啊，这个部分，这个会永久的保存啊，甚至给我的小孩。9个1的邮戳已经够特别了，高雄邮局还可以盖出11个1的邮戳，因为每一个戳章都还有各自的编号。高雄邮局因为业务庞大，共有12个戳章，所以第11个戳章就可以盖出11个1的邮戳。全台也只有3个邮局可以办得到。所谓甲11是你的窗口一定要有12个以上才会有这个戳，所以这个是全省为3，只有台北、台中、高雄才有，所以有11个11是空前绝后了。如果今天在10点跟11点之间盖这个戳，没有盖到，就是还要再等1000年才会盖得到。这一款光芒11的明信片，除了有2张特制的明信片之外，还有一个特别设计的封套，配合今年是虎年，封套上印有可爱的老虎图案，两手摊开，将9个11呈现光芒状态，相当吸睛。封套很漂亮，里面有2张明信片，这个就是我们只送不卖。在我们来讲，这个叫邮折，1万份的邮折。每个邮戳其实都是按照时间盖的，如果错过11月11号11点之前盖邮戳的民众，还是可以在21号之前到任何一个邮局盖上9个1的纪念邮戳，纪念这一天。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以上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苏瑜文，我们下次再会。